黄公子，黄公子，这几日鞍前马后，辛苦了。义渠君不远万里来到燕国，护送月儿母子，你才叫辛苦。哎，黄公子有所不知啊，我们义渠人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，无忧无虑，这点路途算什么？哼。眼下有义后做主，月儿母子也再无后顾之忧，明日便可平安上路了。义渠君的人马也离开草原多日了，明日终于可以安然返乡，过你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既然月公主她已经有义后做依靠，想必他们母子也就无需再离开燕国了。倒是黄公子你啊，明日一个人回楚国，有些寂寞吧？你们这是在聊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在猜，明日会过义后，你是走还是留？对，这还用得着猜？自然是走。我去喂马了。我是嫡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怕死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哇，真是好装啊！揭开。的确是块好玉啊！明明就是八子先买东西，他们上来就抢。王后要的东西，谁敢横刀夺爱？行，收起来，跟老奴走。大监，师傅，大监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当有旨，每人付给他15000金，一同回宫。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就是和氏璧呀！为了他，孟昭姐姐到处声张，说要卖嫁妆和首饰赎她归楚，怎么后来就无声无息了？我那点东西就算都卖了，能怎样？连个匣子都买不下来。君子彼得于欲言，温润而责人也。
不愧是和氏璧，果然晶莹剔透，完美无瑕。听说王后要把她送回母国，那可能还要看一下八子的心意吧。其实送不送都没有关系。王后跟八子是亲姐妹，亲姐妹在宫中共同拥有一块绝世宝玉，那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既然妹妹常说姐妹情分长短，何苦这次硬要与我相争？姐姐该月儿，并非贪恋宝物之人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既然妹妹不是得不偿失，我这一生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前之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一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她太孤单了。荣兄先回吧。大王，这样一成不是办法。舅舅，你母亲的性子你并非不知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，对她要以柔克刚，不可以硬碰硬。大王，是火则圆。你这样在这里伤的是你母后的心，况且太后怀有身孕，不能动气。大王和太后都身系国家，身体要紧，不如听舅舅的话，先回去歇歇，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校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直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哦，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哦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。谢谢姐姐。论赏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？我刚刚针对文政顾及略知要识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
赢是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渡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。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可敢愿大秦有这样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哼！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，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有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要立他为储君。那是何年何月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当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当儿、继儿、公子华，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。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见过数百人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我不同，继儿和蛋儿也应当不同。